来继续来看这个婚姻县政府举办着狂翕摄影比赛，重点是要来呈现着婚姻的美景。但是社会组的第2名，你即摆看到的这个是一个穿红衫的查囡仔徛伫个餐花顶，这是互袂少的摄影师甲网友想袂晓，讲根本都无表现着婚姻的美景啊！像这个第1名是透过狂翕来翕下蚵仔寮迪拜的景象。 那第3名是乌山水库的空景，但是这个第2名一个穿红衫的查囡仔徛伫个餐花顶，所以讲评审的标准实在互人掠拢无。自天顶看，甲穿红衫的小姐翕来，伫餐中央看起来拿手机翕的相片，摕到婚姻县府空翕摄影大赛社会组的第2名。 来看第1名的相片，是用空翕的角度，甲蚵仔田当中迪拜的壮观景象翕来。第3名嘛是自天顶甲乌山水库翕来相片，各有选手嘛是空翕角度拢残，袂少人质疑这个红衫大小姐的相片无符合比赛表现婚姻美景的重点。它拍起来就是像一般的田埂，然后看到作品的人，他也 看不出说那是云岭的哪里，而且那个高度就大概像自拍杆的高度，或者是站在梯子上的高度，也看不出是空拍的呈现。没有很有意义的照片，因为他要诉说什么？就一个红衣小女孩在田里，也好像也不能表达什么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得到银牌。 因为这个比赛第1名有36000块，第2名18000块，第3名12000块。公布了后，有网友伫摄影比赛官方面册讲，摄影师一定有后台才会得奖，官府嘛出面来陪会。 是在我们斗南的西伯里拍的哈，所以其实包括它的飞行高度是在海拔28米的高度，其实照片里都非常清楚。那我们经查没有相关的一个争议哈。 计划处长讲，翕一张相片的角度，佮有地点，拢符合比赛规定，嘛好任摄影师有后台传闻，强调参加比赛相片，不管是画面或者是意境的分数，拢是交予评审决定的。